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破坏、同化和种族灭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并在全球媒体中已形成议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托马斯·哈里斯在《每日消息》中提到，中共政府正在加速进行种族灭绝、文化灭绝惊人的实时报道，并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进行了严厉谴责，呼吁国际有关组织尽快阻止、解救维吾尔人。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风俗习惯被中共政府随意践踏，就连维吾尔人的服饰也要严加管控，男性不准留胡须，妇女不准穿遮体服饰，上衣长度不能超过臀部，如有违者，不管身在何处，就地剪短，违抗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对此，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卡西发表声明称，自中国入侵者占领东突厥斯坦以来，对维吾尔人的欺压破坏是日益翻新，花样百出，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共政府的此举是要彻底毁灭一个民族，进行全面同化。我们将严厉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所采取的一切破坏行为，呼吁国际组织、世界公众就中国入侵者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伤天害理的行为加以制止。克里米亚安全局在赫森地区抓获了一名2014年克里米亚被占领时给予帮助的乌克兰公民。安全局声明中，2014年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境内发现，并由攻击者通过帮助实现了入侵者政府组织的所谓公民投票。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2日下午抵达英国，开始了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据报道，特朗普此次访问是在英国强烈的民众敌对背景下展开。他上任后的实政措施在英国引发了巨大争议。访问期间，包括伦敦在内的英国各地计划有多个抗议示威活动，而最大的示威将是周五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预计有上万人参加抗议特朗普的性别歧视、气候变化政策以及排斥移民政策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欧洲国家削减了地中海人道主义援助，而难民的人数急剧增加。最近1个月，有包括儿童在内的600多人在试图横渡地中海时因溺水而丧生。